好，来，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仍然欠比是正，暂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切引带生命路，这是我人生必切望。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仍然欠比是正，暂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切引带生命路，这是我人生必切望。无要紧，你尾仔你要对吹拢会使。白话字是对吹，因为迄是每一个所在的腔口无共款，所以你要唱对吹，咱有人讲吹物件，吼，所以你对吹也可以，只要是我们自己蛮习惯的语言就可以，好，咱个最后个一摆，咱就请咱的准备心来三甲敬拜主，好。好，来，困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困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仍然欠比是正，暂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予我定用做光灯，对切引带生命路，这是我人生必切望。第二遍哦，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仍然欠比是正，暂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予我伫黑暗中做光灯，对切引带生命路，这是我人生必切望。请咱准备心。请咱准备心来准备今日的礼拜，有手机啊，请关机，也是关成震动。
耶稣因讲，啉即个正水的人拢会过喙焦，毋过啉我所予伊的水的，袂过喙焦，因为我予因的水伫因的内面会成做水泉，一直濺出活水，互伊得到永远的活命。请咱做伙因死来阿罗上帝，献诗第二首，献诗第二首，现在，现在，现在，请咱起立来因转首。请咱犹原徛着，同心用使徒信笺来告白咱的信仰。使徒信笺有印伫献诗的上头前面。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诸山。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因为圣神后代，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温柔比拉多面前受苦，变是一个死埋葬动物。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上帝大殿，伊要对遐无来生活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父教会，圣母圣父，这下面永被复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25篇，启应文第25篇，也就是诗篇第103篇，记载伫献诗后壁，伫1043页的所在。我来启，请兄弟来引。咱用交托的方式来启应。我的心性啊，就称赞上主。
我的心性啊，就称赞上主。毋通袂记你伊一切的恩惠，伊下面你拢总的罪，伊好你拢找病，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用慈悲仁爱做回关，赐互你，伊用大款好面，互你一世人满足。互你恢复少年，亲像鹰鸟臃肿。上主施行公义，伊为着一切受压制的人伸冤，上主有慈悲，有仁爱，无歹看生气，有丰盛的慈爱，伊袂孤等责备，袂永远藏生气，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嘛袂照咱的罪孽报应咱。天离开地有偌悬，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嘛遐尼大，东离开西有偌远。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嘛遐尼远。老爸安怎跳下家己的囝儿？上帝嘛爱安尼疼惜敬畏伊的人，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伊记得咱不过是土粉，人类因的性命亲像草，因亲像野花生长无成，风一下吹就消失。无人会阁看到。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伊用公义对待因的子子孙孙，就是迄个遵守伊的约。忠实遵行伊诫命的人，上主伫天顶设个宝座，伊的主权普及万有，有大权力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执行伊命令的使者，这声恁拢着称赞上主。所有的天君，这是伊旨意的差事啊！恁拢着称赞上主。伫伊掌管的所在，所有的白造物啊，恁拢着称赞上主。这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请咱同先来祈祷，疼痛搭怜悯世人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伫疫情严重的时阵，你仍然保守带领阮，阮嘛学努力，你互台湾的疫情伫即个礼拜慢慢啊较好、较和缓。主啊，主啊，阮学努力，即个礼拜对阮的保护，互阮通免受歹的代志的迫害，得到平安，一切丰盛。主啊，阮学努力，互阮伫无平安的生活中，仍然有着盼望，仍然得到安慰。阮今日来到你面前，是为着阮的罪过来悔改，因为阮人类总是无管理好你托付互阮的环境甲生态。你讲过，有三个人做伙求你的面来祈祷，你一定会来到阮的中间。所以求你今日来到阮的中间，和阮共治的，互阮得到智慧，领受正宗老师带互你想要甲阮分享的话语。囡仔伫遮祈祷是奉得胜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7章11节到19节。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路中，经过撒玛利亚打加利利的交界，伊入去一个真社的时，拄着10个麻风病人，因徛伫远远的所在，大声喊：“耶稣老师啊，怜悯阮！”耶稣一个看到，就甲因讲：“恁去互祭司检查。”因伫路中就得到清气。其中有一个看到家己的病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阿罗上帝。
趴伫耶稣的脚前，甲伊感谢。迄个是撒玛利亚人。耶稣大伊问讲：希望是有10个人得到医好，也阮有9个伫倒位？即个话做的人以外，敢无人倒转来感谢上帝？耶稣就答迄个人讲：起来，转去，你的信心有救你。愿上帝的话成做咱的智慧甲帮助。只是教会诗班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引的诗歌是万物充满你的恩典。愿一切水的歌声，牵做芳芳的祭，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主的欢喜甲接纳。今日要为咱见到的是林正中老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在主前的感谢。把时间交给正中老师。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唔知影大家最近生活过了好吗？顶个月教会是线顶的聚会，咱就亲像真久无见面。这个月咱嘛恢复实体的聚会，伫实体的聚会甲线顶的聚会，就是感觉无啥相共。咱嘛尽管是会当看到实体的人。毋但是教会，伫学校嘛拢有改做是线顶的远距教学。我的囡仔嘛是伫线顶的学习，连我家己嘛是。所以我想，咱遮有真侪老师，应该对即个线顶的教学有真侪挑战，特别是看袂到囡仔学生，真正毋知影学生敢有专心抑无。有时阵阁爱点名、爱喊名，才会知影学生有伫个还是无伫个。老师真正真辛苦。感谢主，虽然咱伫线顶的聚会、甲线顶的学习课程，互咱遮尔无方便，也毋过颠倒煞互咱会当阁较珍惜实体的聚会，把握甲兄弟姊妹、甲好朋友，也是同学会当讲话。斗阵的即个时间甲机会，咱即马三甲来祈祷。全能的主上帝，愿满心感谢阿罗你，你看顾一切敬畏你、仰望你、慈爱的人。伫即个世间，阮看伫犹原有真侪国家伫咧战争内底，被世真侪战争的难民四界刀片，因无所住的所在。伫战争下底，家庭拢破碎，甚至骨肉分离。主啊，阮期待你的国降临地上迄天，也毋过阮真正有准备好你要来的迄天吗？阮犹原有真侪罪也未解决，阮也有真侪代志也未做到。阮恳求你赦免阮的罪，互阮会当食做你圣的器具。会当传扬救赎的福音，请你听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对经文内底就看到，作者记载耶稣当要前往耶路撒冷，伊要到耶路撒冷的即个过程，也毋过耶稣这一去，就是要来完成上帝旨意。为世间人的罪，互人定死伫咧十字架。路加记载遮的一切，是要来对一位提亚非罗带领来讲到耶稣基督甲保罗所传扬的即个道。伫迄当时，也未有基督宗教。罗马帝国认为，迄当时的基督宗教甲弥赛亚派，不过只是犹太教下底其中之一。所以因无真正来主动因的聚会。罗马帝国的人认为，这个代志、这个事件，不过只是犹太教下底因内底的冤家尔。也毋过犹太人的即个法利赛人，甲迄时伫犹太教内底遐个祭司长出来挖空车耶稣，哪有真侪军队者？所以因拢无想要互耶稣有即个出头的机会，因着时常提出一寡宗教的礼仪的问题来质问耶稣，想要互耶稣伫伊的军队者面前来见笑。因想要安尼做的时阵，耶稣的势力就会愈来愈少。虽然讲到犹太人互罗马帝国统治，也毋过因对圣甲俗的分别也是真坚持，特别是对遮毋是犹太人的遮外邦人，因是连讲拢无想要讲出去，所以因为了要来对付耶稣，因就用迄时的罗马帝国的即个抽税办法来甲耶稣刁难，想要来试探耶稣是毋是甲因家己同款。不过只是外面穿着即个拉比的衫，伫心内也是会惊，也是会顺服伫罗马帝国的威权。
不过耶稣是真有智慧的，甲因回答讲，啥物人的物件都归乎啥物人，上帝的就归乎上帝。这讲的毋是只有讲到是圣殿内底捐献的即个圣殿的钱有分别，嘛是讲到是属于上帝竞选的百姓，甲即个地就互罗马帝国统治的遮个人的分别。因为耶稣所看的毋是权力、军事的力量的差别，耶稣所关心的是天国甲地上属于上帝的百姓，所以伊嘛不断的教示伊的门徒，爱来知影天国的代志，爱来了解天父上帝的心意。而且耶稣用伊的行动来直接做互门徒看，来医治病人、传扬福音、看顾遮个善食困苦的人，甚至是遮个互人看做是有罪的人、无清气的人，耶稣拢甲因做伙斗阵食饭用餐。所以耶稣所想的，只有是要安怎才会当互人得到救赎，来恢复甲上帝迄种原本的迄种亲密，就是伫爱丁园人也未犯罪之前，上帝甲人中的即个关系。当耶稣要来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就拄到有10个得到麻风病的人。即个麻风是一种真古早卖传染的即个皮肤病。是几千年就有啊！会破病的原因是一种叫做麻风的杆状菌，这种的病菌真介意来破坏咱皮肤的表面跟咱的神经组织，所以这个患者最后拢会失去伊的视觉、味觉、嗅觉、听觉，甲伊的触觉。伊的肉嘛，因为安尼就歹死，嘛会变形。伊的面甲身躯拢会变形。虽然安尼讲，即个病菌啊，袂讲马上就互人死去，煞来是慢慢的折磨即个患者甲伊周围的亲人的身心灵，甲因的生活。所以安尼患者的最后拢会互人隔离，就亲像咱即摆隔离，有的人有隔离的经验，也毋过伫迄时的隔离，甲现在的隔离是袂当比的。因是要一定要来离开家己所住的所在，来到一个拢是共款有病的人的这个所在内底。这个所在毋是病院，嘛毋是诊所，是有真侪破病佮无五忙的人所住的所在。因伫遐会当讲是要来等死啊！所以当因听到耶稣的代志，佮拄到即个会医治传说中会当医治人的即个先知，因是遐尼啊袂负等待的大声叫着：耶稣啊，老师啊，求你怜悯阮啊！虽然因是遮尼啊渴望会当互耶稣来医好，也毋过因煞无来挽滚耶稣，因为因是远远的徛着，因为因知影家己的身份是无清气的人。所以因嘛无想要互其他的人得到即个无清气的即个麻风病，也毋过耶稣煞对因讲：恁去，互祭司检查恁的身体。即时的耶稣毋是讲好，我来甲恁医好，恁得到清气，毋是。耶稣是要爱因用因的行动来表明因的相信家己一定得到清气啊。确实是因的身躯已经失去感觉，无啥物感觉，所以因毋知影家己已经好起来。是要去检查的时阵，的路上才发现家己已经得到清气。我相信，当因发现家己得到清气、得到医治的时阵，伊的心内是有偌尼啊欢喜，因为只有当因得到清气、得到医治的时阵，因才会当转去因所住的所在，甲家己的亲人见面。伫即个当中，咱毋知影因是过了偌侪年，有偌侪日子，因是有偌尼啊思念家己的亲人。所以当因听到耶稣所讲的，就照着耶稣的吩咐，因为这嘛是伫因犹太人的规条内底的律法，互祭司检查，宣布因得到清气的时阵，得到清气。
而且爱献就礼物互上帝，献就感恩的节。讲到感恩，我就伫网络上真有看到2篇的故事。这2篇的故事，有的真有趣味，有的嘛真有意思。是这个故事是安尼：有一个少年人，伫伊要去上班的公司的边仔的这个路口，有一个汽车伫咧奔。每一天，这个少年人若要去上班的时阵，若经过这个路口，伊拢会摕出100块互这个汽车。这个汽车嘛真感谢这个少年人。然后每一天若有经过，拢安尼做。一直到有一天，这个少年人嘛同款要来行过的时阵，伊却无摕出100块来，却只有摕50块互这个汽车。这个汽车就感觉真奇怪，也毋过伊嘛歹势开喙甲问。一直到最近1个月，这个少年人干那只有摕出10块互这个汽车。最后，这个汽车就忍袂住，就大声讲：10块的，哪只有10块？好心人啊！为什么恁之前捐互我的100块，后来变做50？甚至即马只有剩10块啊！这个少年人就讲：因为较早我是孤单一个人，我会当摕100块互你。后来我就结婚啊，我上侪一天，敢若会当摕50互你。最近因为我的囝出生一天会当摕10块互你。这汽车就听到就讲：那安尼照你讲的，你是讲你既然摕我的钱去饲你的某囝？第2篇的故事是安尼：有一天有一个面摊，对早起伊就做到真暗，到暗时。当要上大的时阵，这个头家就看伫远远的所在有一个囡仔，一直甲看伊煮面。这个头家就有好心甲怜悯，就叫这个囡仔来，甲问讲：你想要食面吗？这个囡仔就回答讲：毋过我无钱诶。头家就讲：无要紧，我要上大，我这个面就请你食吧。因为这个囡仔是因为甲伊的妈妈冤家，煞来生气离开伊的家，嘛已经枵1天啊。所以当伊接过头家手中的这碗面的时阵，伊足紧的就甲伊食了。伊就真感动、真感谢的对头家讲：真多谢你请我食的这碗面，有一天我一定要来甲你报答。头家煞来对伊讲：我不过只是煮一碗面互你食，你就要甲我报答。那安尼，你敢有想过，伫你厝内底每一天互你煮饭菜，你妈妈吗？伊毋知影是煮了偌济的面，煮了偌济的饭菜互你食，伊嘛拢无向你讨过1仙钱。当你枵的时阵，就互你食；当你忝的时阵，就互你休困。你若欢喜，伊就陪你欢喜；你若艰苦的时，伊就甲你安慰。你赶紧转去吧。你的妈妈当咧世界找你，嘛已经找几工啊！你就赶紧转去吧。无一定，你的妈妈嘛是规工拢无食啥物物件。这时，这个囡仔的目屎就流袂煞，伊就赶紧的转去厝。这个故事就提醒我，咱伫咧运转内底，时常会袂记哩运转的价值。有时运转伫咱的生活内底，真侪一件理所当然的代志，所以咱会看袂到运转。颠倒去追求世界中的物质的生活，甚至只有看到家己的困难、问题甲委屈，袂记哩耶稣已经帮助咱啊。圣经讲，你的日子怎样，你的快乐嘛要安尼，也就是讲，咱每一天的生活，上帝已经赐予咱有够用的快乐甲稳定。那安尼，咱就毋免惊吓。当这10个人得到医好了后，却只有一位倒转来到耶稣的面头前，趴伫咧耶稣的脚前，感谢伊。耶稣问讲：敢毋是有10个人
得到医好，了许久伫倒位。即个外族的人以外，敢无人转来感谢上帝？真明显，这9个人是犹太人，照着清气的条例，因一定爱去互祭司检查。这嘛是耶稣吩咐因去做的。因是受到这条例规范的约束，所以伫祭司宣布清气正前，因拢袂当甲其他的人相见面。也毋过，即个外邦人，可能是伊毋知影犹太人的规定，嘛可能是袂当讲伊是完全毋知，也毋过伊是无伫个即个律法条例的框架内底，无互即种的条例限制啊！伊知影伊真正得到医好的源头是啥物？是啥物人？都亲像伊捌听过耶稣的代志共款，是大声的呼叫讲：耶稣灵命远！现在伊嘛是亲身得到耶稣医治的大能，毋是听过尔尔，是真正发生伫伊家己的心上，甲伊的生命内底。所以伊就用着感恩的心。倒转来找迄个甲伊医治的即个耶稣，耶稣表达出伊真心的感谢，凡是伊啥物拢无，伊只有会当趴伫咧耶稣的骹前感谢伊。若知影家己软弱欠缺的人，就会若珍惜所得到的帮助医治，就会若感恩。迄个人到主的面头前。就得到比身躯清气搁较宝贵的物件，就是伊对罪内底得到拯救啊！耶稣就甲迄个人讲：起来，转去，你的信心有救你。其他的9个人是对祭司来宣告得到清气，也毋过即个人却得到上帝囝耶稣宣布讲：你得到救赎啊！咱得到身体医好的生涯是奇妙的，也毋过得到永远的救恩是搁较奇妙。咱所做的善，毋是照着规条的律法，嘛毋是世界的伦理道德的规范，是出伫咧咱家己的心内对上帝感谢，来用行动诚侪对人的祝福。耶稣讲，做伫咧微细兄弟心上，嘛是做伫咧耶稣的心上。所以，当咱真心的感恩的时，就会若珍惜对上帝的恩典，会伫咱家己的生活内底，搁来行出上帝欢喜的生活。当咱感恩的时，嘛是会付出，咱对人的付出，对环境的付出。对国家社会付出的时阵，就表示咱对上帝遐得到更较丰盛的恩典。付出咱的感谢，付出咱的关心，是因为咱对上帝遐嘛得到怜悯、宽容甲慈爱。咱疼是因为上帝大心疼咱，若毋是上帝疼，咱阁有啥物会当付出？上帝疼的价值。是超过世间一切有限的价值。今仔日会甲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要来完成结束我这个阶段伫咱遮南洋教会的实习。我实习到6月底，就是到后礼拜。我7月就要到另外一间教会来实习。我来到咱遮宜兰实习。已经1年啊！去年拄来时阵，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伫线顶的聚会。今年好佳在，毋是伫线顶的结束，互我阁会当伫遮好好甲大家来说多谢，甲大家来过时。真多谢牧师的带领甲引传，也阁有小会接纳各位的长级助理学的校长。老师拢互我机会，帮助我伫学校内底学习，真欢喜会当踮教会遮来实习，
感受到大家予我的温暖、鼓励甲支持。不管我做了怎样，大家拢嘛真包容我，予我机会，嘛予我鼓励甲学乐。感谢主。我嘛是伫遮甲大家做伙服侍，不管是献诗，也是主日学，也是主音乐侍奉团的敬拜，我拢真享受伫安尼服侍内底，因为我一个人会当敬拜上帝，也毋过甲一群人做伙来敬拜上帝，迄是我尼啊满足的一项代志。伫使徒行传第2章46节。因达你同心合一伫圣殿做伙，搁伫一家一家变饼，因欢喜诚心做伙饮食。虽然迄时的教会是受到迫害，也毋过伫因每一人的心中拢充满了欢喜甲快乐。咱伫地上的敬拜甲学乐，嘛是伫咧练习。伫咧备办将来耶稣的国要来临的时阵，咱嘛会甲正天使做伙来大声学乐，荣耀归乎上帝。这一年的内底，我有真侪头一摆伫遮会发生。我头一摆生活伫咱遮宜兰，就发现甲家人同款，有真侪雨拢落袂煞，而且有一天，邦俊哥拢带阮青少客做伙来认捌宜兰社的故事，嘛带阮行一轮。我头一摆控制迄音控台甲摄影甲做直播，这互我印象真深，因为头一届迄天是伫咧旧年的9月12号，迄天是风台天，教会只有牧师甲干事甲我。因为为着安全，牧师就互迄天的雨势同工先点伫咧厝内底，避免危险。我嘛头一届参加中职的改选，虽然我是无投票权，也毋过我学习到规个选举的过程。我头一届用台语伫主日讲道。虽然这毋是我常常用的语言，嘛毋是我的母语，不过牧师伫我讲道的前几工，拢会先听我讲一遍，甲我讲毋对的音，帮我改正。虽然有时阵是真歹改，也毋过我相信熟能生巧。还阁有足侪头一摆，这拢是我伫咧服侍过程内底真美好的记忆。所以真感谢大家予我的祝福，予我会当照着这大家的祝福，继续来服侍上帝。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主，愿感谢你，感谢你帮助我伫咧生活内底看到你的恩典，予阮得到平安，得到祝福，照着你所疼痛的。属你的囝儿，伫遮个不安的世界内底，会当继续为主来做工，为主来传扬福音。感谢主，请你听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同心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献诗第18首，献诗第18首，我心阿罗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
阿罗伊多尊名，一吹草木青翠，花花果子结穗，你更进来凉风吹来，空气大林来，我心阿罗兄弟。你的本对一个，虽然歹代暂时将命，公义运动的心，心多灵高美酒，保存你天一样，你高尾下对一个，应跟归的兄弟。下者，这是咱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届来唔知影奉献意义的人，他唔免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至圣的天父，疼痛上帝，阮感谢你。当阮伫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阵，主啊，你的光搁一摆光照阮，互阮搁一摆来体会一切好处，阮一切的恩典拢是对你所来。阮欢喜奉献予你，做你的路用。愿一切荣光归于天父上帝。祈祷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这是咱同齐来读本周的经句。本周的经句记载伫路加福音17章15节。其中有一个看到家己的病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阿罗上帝。咱搁读一解。其中有一个看到家己的病已经好，就倒转来大声阿罗上帝。这是来报告，请咱做伙来看周报。伫报告进前，敢有第一届来教会的新的朋友吗？
好，咱即时来看报告，请掀开周报。好，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日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敬请为总会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第二个，恭喜本会何茂勇兄、林春雅姐的长公子何恒义弟兄与蔡佩珍姐妹，昨天于台中民族路教会举行结婚感恩礼拜。三，本主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主日学老师预备心参加。四，25日礼拜六晚上7点半召开小会，请小会员预备心。下主日26日礼拜后召开长执会，请长执预备心。肢体消息，9月9号到10号礼拜五、礼拜六中秋连假，于嘉义名都观光度假大饭店嘉义中会教社部婚姻组举办遇见走进幸福适婚青年联谊活动，欢迎26到40岁适婚基督徒青年参加，详情请参见公布栏。第二，9月23到24礼拜五、礼拜六于台南鸿运文创中心总会妇女事工庆祝迈入100年，举行妇女事工100周年庆典，凝聚妇女的宣教热忱及传递妇女的宣教意向，鼓励姐妹们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妇女团契会长赖碧爱。代祷事项，请参看本会每周的代祷函，并附上祷告。那典州聚会的概况，大家可以报告，请咱家己过目。若是有错误的所在，请向财务同工反映。来有兄这边今仔日是郑中老师，伊伫咱应该讲后礼拜啦吼，伊迄个咧安排上，所以请伊伫咧即礼拜来讲道。我相信咱有看见伊的进步吼，伊伫咧伊拄来的时阵，咱听伊讲道吼，迄个台语的部分吼，听看有几成吼。但是我相信咱今仔日咱听伊咧讲的时阵，咱应该上无已经听有伊咧讲啥吼，毋过伊今仔日原来有紧张啦，所以安尼讲话小可安尼较细声一寡。我迄边遐已经尽量甲你扭较大声，咱真多谢郑中老师伫咧咱安尼迄个即1年内面对咱教会的帮赞虽然讲新学生来教会是事实，上重要是事实，但是即个不管是伫咧团契的辅导，甲着咱的所有遮个其他的服侍包括注意的老师以及所有加着咱的音乐侍奉团等等，佮包括安尼不时就爱来帮忙音控啦吼，才会拢做一寡即个叫做安尼叫做后补呀，会安尼迄落安尼做真好的工吼，所以咱安尼真感谢伊，搁一摆咱来甲鼓掌吼，多谢因咧安尼1年的服侍。咱伫咧国内吼，咱国内咱无请到新学生吼，因为新学生的数量有限，所以咱伫咧国内的一学年，咱就无新学生安尼来甲咱斗相共安尼所以也请咱嘛继续为着咱教会遮个事工来踊跃来参与伫咧各国的事工内面吼。咱的亲像讲，咱教会内面伊即个疫情的关系，造成咱有足侪即个影音的服饰吼所以咱嘛真需要有遮影音的同工来参与吼。所以咱若是对即个影音的即个控制咱有迄款的安尼感觉讲有兴趣咱就欢迎咱安尼来安尼参与伫咧即个服侍内面咱的陈安执事伊会安尼安排迄个训练咱就会通好来做真好的帮忙咱教会其他兄弟会通伫礼拜中间会通有更较好的安尼礼拜。咱的诗班嘛共款吼，
咱会通看见咱的诗班内面，咱真欠查甫的声音吼。嘿，我真有当时伫咧教会，咱若伫咧下骹吼，我也有当时坐咧下骹咧听咱的会友吼。有个人声音吼，其实就唱啊真好，安尼，但是吼，你卡拉 OK 拢唱啊足大声，是安怎都唔来教会吼来献上你的声音吼。这是咱需要搁一摆重新来看咱家己。咱有真好的声音的时阵，是安怎无要互主使用吼？这是需要咱搁一摆来唤起咱兄弟吼，将咱家己的时间、咱的体力分别做成来互主使用。会通帮助教会，会通有更较好的礼拜。安尼，以上的补充的报告。咱当先来祈祷，仁慈的上帝，你是如此的疼叹阮世人，甚至将你的独生囝赐予阮。恁教阮福音总归是一句话：疼叹你的厝边，如同家己。因此，求你是互阮的心柔软，对待已经破病的人，对待新住民，对待真侪甲咱无共款的人，阮拢会通心通软，通接纳，也为阮教会的团契，甲真侪长辈因的肢体健康来祈祷，求主带互阮信心甲平安。也为阮教会的建堂的热诚来祈祷，求主来到阮的中间，互阮团结甲合作。也为疫情的情况来祈祷，他愈来愈的和缓甲平安，求主垂怜。也为已经确诊过的弟兄姐妹来祈祷，祈求未来无任的后遗症、甲副作用来祈祷，也为总会的事工、妇女团体参加总会的时间来求智慧，祈祷一切拢顺利。主啊，求你是互阮有用真正的信心来倚靠你，所以阮通得到永生。以上是奉耶稣基督阮共一位救主祈祷，阿门。请咱做伙来因祝福诗，献诗402首，恳求主引带阮脚步。因诗线请林耀新牧师来祝祷，请咱起立来因转首。恳求主领带我脚步，若无我。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阮借着今仔日阮所领受，主你怎样，互10个麻风病的人来得到医治？阮伫即个中间也看见有一个人，伊是撒玛利亚人，伊怎样伫咧医好的时阵，转来感谢上帝。主啊，
愿也要伫阮的生命的每一个关头，当阮不断伫遐经验着助力丰盛的恩典，甲你的慈悲临的时阵，阮会晓得来数算助你的恩典，也来主人来报扬助你的好名声，互你的名得到一切荣光。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成，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阿门。请坐，灭道必会。